哎呀，各位聽眾，歡迎兩個在到等嚟邊啲學見嘅節目，聽我人嘅話新嘅話題，我人有講有笑有你冇幫助，即係禮拜咧，我人特別嘅邊啲是真特別，你只招人咧，成日叮當嗰陣邊啲學見嘅時間嘅時哈，我人特別嘅邊啲就是老椒豆嘅歡迎，老椒豆嘅啲麥當勞啊，到咯，你咪 mute 掉。bằng unmute 你咪先，อันนี้咪嚇，OK，係咪香？Hello，大家好。你學到咯？海南國別店。哦，海南嗰邊，海南嗰邊咧水嘅。是咯。你嗰邊店咧水個 account 呢啊？冇 account 嘅紅線嘅。哦，你水。แล้ว你到底係邊อันนี้特別冇到厝誒，你做工嚇？我厝嘅 connection 冇水啊。哦，你到底出來啊？哦。แล้วอันนี้有ซิม啊，ตากุยจิมัน出來。是咯。誒，你是多but anyway 誒，這個就去哪來啊？來個一人，住啊，住來就是等陣我報告先老椒博一零，歡迎。Hello， 大家好。博一零OK，大媽一句來哈，大媽一句，大媽個字很一句。我你個先進來，你是裝？你明年是幾？明年啊，明年是孟加利。孟加利啊，孟加利咪是捌來過啊，嚇？捌來過啊。孟加利歡迎。孟加利等陣播一拎啊，你啲數你拎下，那你買你咕，你做咩？嚇？忘記啦，咕嚕咕嚕。哦，係啦。我平時啊。你紅色啲吹啊，啲聽到咕呢。OK， 點啊那叫，怪啊網數啊，嚇網數啊。我也冇拎嘅啦，對。對，แล้วก็孟加利。講嘅，我也冇練嘅。我呀，安怎頂到你講安怎，我上未記啊！你講細漢嘅時安怎，你名我呀拎。我呀，朋友好誒，แล้ว是個假人，แล้ว哦，是個整個安尼大個。你是個假人了？แล้ว頭前個你大一個。哦，你大領大是啦。個是個假人哦，細漢就是個假人嘅，後你講。冇啊。我看到人食濟飽都假了誒，臉啊！哎呦，你看到我係假啊！你看到我係假。阿 John，哈，我家陣嘅是可以假咯，因為我講變嘴巴嗰種嘅。哦，嗱，我看直接要食，嗱，你邊嚟學見到食嘴巴都假。嗱，你話嘴巴。喂，你愛假啊咪？係啦，我說過啊。哦，所以你說問教我啦聽。我係使 job 嘅。嚇咩嘢？係使 job 嘅。會使，你做我咪做你咯。你做我咪做你。會使冇事啊，你做嘅點是冇事啊？係咪是冇想？冇事啊，會使。你冇事嘅會嘅？不要緊作爽嘛，女。我是唔捌作，我唔是唔捌作過。阿 John， 嚇？阿 John，到嘅。親戚叫你 call 伊。直接叫我 call？係。哦，青子，哦 ，OK。OK。Hello，林西。林西嚟啊！林西。林西冇聲啊，用手邊嚇。我嚟揭笑。林西你拍字啦，拍字咧是豆嘅咁你讀。OK 啊，冇問題啊。你叫OK，等陣我看，攞你去看邊啊？喺拍咩 ？OK， 豆嘅你嘅讀啊！你做南西嘅聲嚇，你做南西嘅聲較懸。南西。
南西声做較滾。OK OK。對啊，再未叫我請狗，我 voice 夠錯，干你呢 no voice。我哋做南西聲。干你呢 no voice。那是南西聲啦。你揾就點啊？嗰有淡薄個嘅，特別是就係種搭波起先故嗰種嘅先啊個。啊，接啊！誒，等陣我可唔可以啊？芒咖喱啊，歡迎。歡迎。領導對嚟是領導來是講咩話題啊？啊，別記二才是講幾啊？我講車。誒，等陣我幾個事 OK。啊，等我隨情之就看伊個名。情，到底 Skype 一下叫我可以。我聽咗清楚。清楚啊！你都暗坑啊！哦，對啊，親子 ，welcome 親子。哦，來啊！係。At last I got through 啊係。OK，歡迎各位人啊！OK，แล้วก็of course 即係芒咖喱善招芒咖喱，แล้วก็南西聲是無聲，所以特啲邊啊特別講即係豆嘅聲關時就是出南西聲，แล้วก็我老趙青子歡迎大家好。大家好 ，OK， 嚟啦，拍確啦嗱，即係咧你塊話題咧，咪講派蛇啦，派蛇上面是我俾解釋啫。你講有啲人是成啊 introvert 啊，較派蛇愛講話，係咪較派蛇呢？嚇嗱，你有時會唔會可能講嚇？你一家看就是 extrovert introvert，特別我比較講 introvert and extrovert 到底學緊話唔正則講話。แล้วเป็นมวยเขาไปที่หอเตี้ยสิอันนั้นกันแล้วแล้วข้าสังกัดกองข้าสุยข้าสังกัดข้าอันเจ้ากองอ่ะจริงๆเลย明白อันเจ้ากองแล้วก็สังกัดข้า拍攝見笑啦。見笑哈見笑哈見笑。You know John 我看到你嘅 titles 啊，拍攝 straight away I thought about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to me that is very funny。哈講嚟。You know，你那是坐去lift 噶，哈，係你電梯叫係咪 lift？電梯唔是 escalator 咩？我攞攞你乜叫電梯喎？電梯咯你知那是，escalator 是行去嘅嘛。你攞你乜叫電梯啊？是咯，另外一咪叫電梯咯。OK，即係是。你知那時你去做工啊，早起啊，你等咧電梯去 office 做工嘅，前一濟人去等嘅咋，咱那時伊電梯來啊，每開呢，大人撞入去咯，撞入去了前一閘嘅嘛，你那時你捌坐電梯啊，一閘了，一個人去內面啲電梯崩潰，切喲！我同你講，唔是我就我係朋友啦，我係好朋友啊，平去做工 office 啦。一幫佢啊，來請假啊，伊唔敢講是伊啊。直頭看你啊？冇，伊唔是看我，伊舉手砍伊皮。嘿，你幫佢啊，後尾你講唔知咩，一大人嚟上我。亂啊！依家咧，我出去是，每開啦，我講唔是我，你後兜你問下我咩歹勢啊，特人看我成咁就我是我講你幫佢，我真係你幫佢。歹勢死你還是有冇變？你變到硬去哦。唔係啦，即係叫咩啊？面啊？頭。頭。我嗰時我未諗看，我常拍攝哈，加見笑嘅啊！你到啲飛機，唔是到飛機，你到啲電梯裏邊啊，若是講你是成個加見笑嘅人啊，你只去電梯時，你人感覺到成個唔敢看人啊，可能，所以你唔知要看壁好啊，係咪？冇啊！特別我看青子，佢就唔是見笑，你問哪有見笑？
我那是入去啊，那是入去电梯啦，有人啊，有囡仔啊咩啊，我笑甲伊人，我甲讲 hello 咯，名虾米，安尼做朋友仔咯。你就是未見小人啦，教我差唔多像啊。你是看有你拍攝，但我未看別個人看就直接電梯嘅是會成日拍攝，跟小朋友敢看人啊，目睭唔知要看到落好啊，要看邊還是看頭殼？有時候你知哦，你看港股就去電梯啊，你個咪甲人講話，你個看頭殼、看頂面啊、看邊啊，你看啊，看邊啊。我未看，王咖喱，你是拍攝哦。你接電梯時啊，有時啊，你看去看你過嘅電話嘅啊，有嘅嘅電話出來看。冇啦，入去啊，你咪看咧，幾幾個樓咯，一頭看嘅幾樓。把手啲上台南部行就好。啊。你感覺成個戇居，佢呢成個，哎呦，唔知真個別咁愛個人講話，一邊一個人啊咁愛看，佢唔知唔知看得落呢？會使啊，有時會啊。即係咧豆嘅呢？看後景咯，and then 直接看佢 number 咯，看佢 number 搞一咯，and then 看後景嘅咯，看 street 嘅咯。南西不想看到南西不講伊看 street。and then 看伊 floor number 咯 ，and then see the button 咯，看伊 button 咯。南西多咯，我冇看到南西。南西到真特別冇講話。但伊 voice 冇講水，睇個 man 了。一聲個錯都冇講。แล้ว伊 voice 較 sexy 了就。sexy 啊！個就是即個博雅玲咧，博雅玲亂咗。有啲悄悄白嘅，我那邊有物件，看佢啲白有物件，你講咯。然後jock 嗦嘅。真的咪是有你一堆嘅，係咪嘅嗦一堆嘅？如果是講，你係悄悄嘅。哦，悄嘅，未啦，歹勢啦，到電梯電話啦。當今我較濟去電梯入面，我是看電話誒，又看電話啦，看啫，係咯。check Facebook 啊。check 物件啫啊，你看嘅啊。我未啊，我未啊。電話字。未咯，嗱陣做入邊啊，無撚都 check 啦。冇嘅嘛，嘅呢？你嘅呢個嗦呢，棒嗦呢，那個這裡嚕呢，係咯。但我喺啲電梯裏邊就冇 line 你嘛。有 line 啊。嚇？誒，豆嘅你見咩？你見到咯？海南咖啡店。海南咖啡店哦。海南咖啡店乜水嘅話？係咯。海南咖啡店係咪我咪物件賣講聽？幾半啊？有啊，有 Jasmine Tea。Jasmine Tea 係咩？Tenang teh。海南咖啡店伊個海南啲 chicken chop 真好食啊！我冇食哦，我今日食 normal 食一巴，我冇食喺個貴個種嘅食一巴。係咪一巴 ？chicken chop 就一巴係咩？我有時食一巴，我唔知啊。你要食？冇講。你要食係咪個食一巴？飯桶啊！哦，背，以為係背湯嘅。哦，把刀我攞去食雞背時間買一湯嘅背後你嚟啊，免食雞。呀，佢係咪得講嘛？講啊，我冇笨，我係死啊！呀，誒，你先講啊，你先講你嚟美國佚佗啦，嚟隨我啦，然後你無肯食背你嘅坎坷。我是嗱 overseas，I mean outstation 啊，我會 try to adjust 咯，but 我有笨笨啊。你會打閒就就估計特別食到背。我想怕有我2 or 3冇食飯嘅。2 or 3 year 啊，2 3年啊。2 or 32 3年。2間哦 ，OK， 2 3年冇食啦。安尼豆嘅你都未使去北京啊！北京樣嗰邊嗰啲是食麵包嘅啊，唔是食片嘅。哦。As long as 食咗一巴就使咯，是無。落地咧，落地食，你食飽未飽咩？你食飽嗰個飽嘛？有笨咯，就講我是笨蛋就成分咯。哎呀，
你OK，咱講到對咱嘅話題。毛毛菇，毛毛菇來啊！毛毛菇，毛毛菇，我未รู้毛毛菇我未รู้啦，我人講歹勢啦，就你行入電梯，人較歹勢啊，你行入電梯啊，你唔知要做咩物件，到啲電梯裏面 trap 掉啊，你是做咩？幫配。你嚟走啊！我唔是嗰一個幫配，唔是幫配，b。哦，要拍誒。阿 John，especially 只榴蓮係點試？哎呦，死哎呦，嗯，講啊，哎呦，geli哦 ，pressure cooker 死喺裏面嘅。แล้วก็อูเลยให้ได้ cargo lift อ่ะบ่ ventilation เนี่ยแล้วเราจะแล้วเรียนจีพีแล้วเบิกเอากับเรา講好ไอ้สีกันแล้วสิที่ถอดนะ冰山啊！阿婆就食阿煙咯，食大腸咯。嚇！我同你講啊，你講去電梯啊，你食啊，你紅嘅長頭啊，你若是去食落地站奶啊，你落地所，伊個落地站奶啊，伊樣嘅油啊，咩掉去個沙位啊。哦。嚇！然後你去電梯若是真濟人啊。哎呦，真歐郎嘢雞鴨味啊！哎呦，咖喱真夠掉身軀嘅咖喱味。對，伊霸王嘅味啊！我電梯你行拄着雞乸味。嚇 ，hello，你是咩咪？新椒啊 ？hello， 你是新椒哦。我哋 hello。嚇，你咩咪？ hello， 嚇，我能聽得到你講。我能聽得到。我能聽得到你講。聽唔到啦。但係邦加利你講咩？我講未到。我行到個電梯內面啊，拄着雞乸味，哇，夠辣咯。雞乸味是係咩味？椰油味是唔是？雞乸味。 你是不是椰油的味？佢哋啱就冇薄頭毛油，讓椰油薄啊味是唔是？唔是啊，我好冇啊，直接講頭先，雞鴨味只有一款嘅雞鴨味，咁เรา若是你去電梯裏味掉嘅，一個嗲嘅味啊，讓老闆一個嗲嘅味啊。特別係你唔是雞鴨呢，別人咪是有。 บักเลยง่ะค่ะเจียงเลยค่ะเจียหมอกินน่าเจลัน唔使是較濟，唔使是較濟毛，還是有可能用紅色冇咩關係，用嗰啲 deodorant 呀。唔是老鬼家己搽有薄淡薄物件，伊見那味嘅。嗰個見那有薄淡薄物件，就見那是唔是椰油嗬？ 假是椰油啊，唔是啦，伊人薄白朱哩啦，白朱哩嘅油啊，佢伊頭毛，特別人係是話都薄呀，薄嘅批夠辣咯。伊若是新鮮薄薄呢慘，是伊人咧，若是出熱啊，伊人流汗了，伊個啲味啊，哎呦，誒歐郎啊，會拖出來啊。OK，嗰個一個 long toilet แล้วแปะตัวให้เลย cubicle ล่ะบินุยแล้วลูโจถอดสิ่งนี้แล้วลูโจsuddenly ลูกก็แบบกินโจเกก็แบบกินแล้วก็แกใหม่บลูก็สิจังไอ้ไพ่เสียมอกูรู้น่ะใช่ไหมบลูรู้เป็นยาวไว้ flash จีเอโร่ flash เสียไม่คำนี่唔是ปังไส้ฉ่ำปังผุยแล้วเก็บยา我都知拍死真係喲。哦，對，我知，你若是放出是啪爆殺先知啊！是唔是？我 office 哪做啊？這個我 office 哪做啊？我 office 冇啊。Hello。John，性格講開。到立頭歡迎啊！性格嚟咩？ 冇性格公開醫保冇啊，係性格歡迎啊！個大媽即係你新椒是你把你接來雜包，你聽得忘未？你
聽唔到？Hello，你聽，你聽到我講未？我聽到人，但係我未看看聽到路人啊，直對啊。直對。你嘅 connection 會好，佢對面 connection 你轉佢哋嘅 connection 咯，要這裡三電話4把而呀，然後你 click 嘅時落來調落來 minus 嘅落佢哋嘅。I think 我 better 唔做 ，because 我未曉。你特別我俾大佬，我後面嘅大佬講我冇鬼嘢。哎呀，鬼又未 start 過咧。係咯 ，next topic 嚇？你確定你困咗咩當 game？ 我當 game 是到檳城啦。我 sorry 到 KL。特別你問困過啦，你往另外一話題時間是幾嘅？roughly around 30 minit 咁就完了啊，看。當叫我講。我 stay on 啦，那是我 off 佢，我比較 on 到對啊。嚇？做咩事？你是唔是紅豆生？嗰時我係新做啊，我係新嗰邊咧。แล้ว我 husband เป็นโบตีแล้วแต่มารู้นี่นะเขาแต่มารู้อันจ้าเจ็บท้องเลยเราลันแต่ว่าการรู้เมื่อกี้ว่าตอนกินการรู้ว่าตอนกินการรู้เสร็จ你把刀嘅等嚟你在แต่มารู้แต่時候你咪是去到啲你背住你看到唔知咪邊咧學見แล้วว่า嘅 topic แล้ว join hang out 嚟咯嚇，所以你 click join hang out 就對啊。特別伊下邊有寫條無上嘅話題，所以另外一個話題是可能接來一個話題，往時講鬼嘅時候，我冚一邊嘅時，你過去看你背住以後，過看出啲新嘅，你 refresh 啦嚇，有 refresh 未？未曉。你用係咪 computer？你KL 嗰隻 area， 你 KL 嗰隻 area 我冇熟嘅課程了。哎呀，冇啦，John 啊，我好安嚟嘥我同佢。John 伊有 Skype 冇？伊有 Skype 嘅 connect Skype 咗話先。你真係用 Skype 你用 Skype 喎？Skype 我係 iPad 嚟。會使啊 Skype。Hello。會使用 Skype 本啊。你 call 啊？特別我係 iPad 是我 husband 嚟喎。So never mind。特別係啊。我會教你名咩？你是名咩？你話名？你愛學我 nickname 係啥咪？我咪可以學你 nickname， 我係 nickname 是閨女都。好聽嗎？好聽。閨女嘅都。閨女都。OK， 閨女都免驚。我講聽你安怎嘅 make sure 你 join 到對網，但我講你應該是要 add。OK， 我記裡面，我可能我那時別嚟講係我加近敵，你講特別你安裝好，你那時講，但係你看到你 page 下有寫 join 呢，邊嚟學嘅你 click 你 join 嚟啊。咁今我唔會你唔是有面講啊嘛，你是講有幾係呀，我謝咯。特別唔是幾一個，我聽到你就嚟one of your 就嚟啦，伊講啊，no 2012嘅啊。嚇。ba hami pia thành chạp pia rồi thành chạp pia gì ba li pia sao mi à cái chả bó à ba li ping à ba li pia nó chênh chập gì ní cái gì ý có gì kìa quý hả December 3號12個月喲真係就nó li pia係你係你 condo 嘅啊，條水嘅啊。講嘅你電梯佢冚嘅啊？唔是，佢แล้ว就打波接來本，แล้ว打波會你記小水啊？我記。你會記哦？會記。你打波解講平白路就嚟兩點先呢？唔是，潛先。你會記哦？我會記。Kia. Tapi kok cincin mingga kalau kau. Tapi mang kong ko, 我哋笑掉鬼。tapi 我第一次俾梅路，但係咱講派事上面嚇幫曬時，你就是在經位嚇，你去砧板嚟幫曬啦，然後你紅衫啪爆咧，多粒嘅配嘅出來幫曬時咧，你係派事啊？
我教人一辦法啦。我若是講我知講我感覺到你跑不出咧嚇，你就你特別timing準啊！一二三極嘅時候，你跑在出嘅時，咁樣翹嘴，一翹嘴聲搶就是做隻出。就是咯，就是我夾望望佢講咯，那時了一聲冚起來咯。嚇！問題就係你個人像個詞句啊咩？你就已經 already 成個拿幫了咯。係咩嘅？你未等後尾去當去驗嘢 handle 咩？嚇！你就是拿木嘢ไปก็點成個詞嘅 handle 咩？神仙條咧，你買得一個，我愛拖水，一路就講是嚟西。這不是咩咧？這不是你拖水，你是 maybe 是咧國家係就問到啲定面咧，肯用你手 Q 嘅呀？我 office 做咧嘢嘅泵咧是拿嘅掛裡面咧，不過個刺嘅掛嗰陣係刺掉嘅，你變咧咩？安尼帶咩？變咧帶啊？對啦。變咯，你 prepare 係變咯，你咩事？你講講嚟吹咯。But 你一出飲時候，冇你未 expect 嘅嘛，是唔是？哎呀，冇 expect。喂，就係應該是西。是啦。特別你知嘛？你啊講話知道一隻咪不轉隻骨咧呀？你使咪轉隻骨？你咪是寫字你見咗你。阿 John。哈，嚟 boiling。你放晒嘅時候，你使被抌落嘢時候，你卡住被逼入去卡入邊。哎呦 ，Black Jack。係你佢個屎啊！係你出嚟成個啦壓漲嘅屎，定有你擺尾抓佢攰，你知道？你極屌屎出嚟屎爆炸佢個度啊！阿豆嘅你咪睇個南西講未？豆嘅南西講未？南西講伊嘅朋友，頭一擺去拍拖，甲伊搭夥朋友。我是直直搶水，然後搶水入邊嘢搭夥朋友就講好，你們搶，我陣係咪第一發生？呀，咁 romantic 呢？哦，我搭夥朋友嚟搶哦。一三定，不，OK， 我咁樣轉到點講另外一個歹勢物件是講，咱這邊啊，最。有可能咱來邊咧學嘅人就是較少歹勢啦，加起來講，我是講最正成個講歹勢成個let's say 講到細漢時候，要去叫物件，等陣我俾佢介紹，佢一道介紹大粒頭到啲名，大粒頭歡迎，大粒頭，對呀 ，hello， 大粒頭啊，妹佬，大媽你別講嘅，大媽我能講咪是到啲等推炒邊，炒另外邊，你講下咪，大媽你講下咪物件，魚，你講魚。Kerana ilang chat a lot of ghee, Cina chat ghee so sometimes ilang lao kuai si EMEAB. Oh, yang ghee si clarified butter, ghee si ghee lang cai ghee lah, kalau macam ghee si, Hokkien 我唔知得叫哈。ghee 就是butter you 啊。Isang butter ne isi butter 嚟啦，特別一 clarify 啊，一 clarify 啊，伊 butter 你 milk fat 冇嘅，叫你 clear 超甜嘅啊。Tapi kakek cia if lang ki kakek restaurant kakek cia ilang kace yung ghee. That's why dishes kalau kapang. Hala, iyo was kau. Tapi roti canai ya. Roti canai macam gitu. Roti canai kami kalau kapang. Tapi le ghee jasang cile tu si cholesterol kuana. Then that's why kena race ilang genetically le tu si they ilang more prone to heart problems. So. 講句，你講句另個 last sentence in Hokkien，真係冇 complain。
睇你我未有講啊，一人叫人啦，較有心 related 嘅，係咯。個老豆人家香港，那就係個最基所伊有心臟病也 percentage 較對，percentage 係咪按照講嘅話到嘅？也8%。OK， 咱學緊嘅 lesson，OK 了啊。那時但我咪可能轉住拍攝，成日講你細漢嘅時，你要去我哋咪嘅食啊，到啲萬山啊，是得落去啊。你拍攝唔敢去叫，啷有？我嚇，你講毛毛菇。我細漢嘅時，去 AMW。嚇，得到邊靚啊？咁打勁啊！哦，你會見到bang lepas 哦，對哈。แล้วว่าขี่ก่อนแล้วเบียร์เสียหันมาแล้วอีกว่าไอ้เจ้าอันนี้ริงแล้วว่าเบียร์เกี่ยวแล้วไพเสียแล้วว่ามันแต่กี้แล้วอีไม่ตัดเองแล้วว่าแกว่าอย่าตาลิชุดแต่หอดีอีพวกไม่มีหรอวะขี้สิฮะ你家ไม่ทำไม่ชุดตาลิแก่哦你只細漢啊嚇我就講是攰累，你話學伊累，伊本買未學啊，叫我先，你surf 我學冇嘢 Q。哦，你只細漢你係幾歲？Standard 4、Standard 6、Standard 5哈，Standard 5。哦。你聲個仔弟弟，然後你抄風，還是？有啊，毛毛菇瑞聲點，一點接講嘅，聲就接講嘅，叮嘅聲。你 try 用你買用你 headphone 或者頭用你 phone？ 我教死啊，我用你出你聲係OK，你用你 computer 啦，你係然後是個就個別人細漢時拍攝 order 物件，冇啊，人覺得冇驚呀。OK， 然後人就正成日去演講啊，成日去大頂啊講話，加一人頭前200-300人頭前講話就拍攝。哦，我會。哈哈，你安怎？你乜調成日調去講話啦，準啊，睇喏。presentation 嘅時候。安怎係講話你經驗。好啦。收爛咗，你就係 ladies and gentlemen，係啊。我呢個人啊，你係咪去大市整好呀？冇啦。冇你幾時好？講好太準了，唔使你講係咪？兩張你去打即係啥咪學？你對讀冊是你班調嘅 presentation 上面做工嘅啥咪？做工嘅事哦。哦，你都準咯，你除咗打哦。冇，因為後期是頭陣時間 OK，了過後開始到個因為有一個 project 是甲一個頭特別做誒，甲我 lead 特別做誒。哈。了我也出來 present 啊。成日講唔是我物件嚟看，了佢哋 blend 掉嘢嚟看，撐起個頭腦嚟看，我唔使講幾多點咯，一上跑。แล้ว你頭啦，咁樣掃啦，個頭就點樣？你頭啊，咁樣冇啦，我唔是講 solo 嘅，冇啊零啦，講 solo 呢後背個只位啦，你頭腦個垃圾，你係แล้วก็จะ成個把其實 public speaking 就俾起來大頂演講啊講話時嗰轉嘅驚啊，細漢時應該有嘛有等嘅時，講故事，去大講故事，嚇你講下。特別當今，如果你一人，本來學勁嘅，你一人個冇驚。冇驚，佢啲下是哇 get ready 哦，哇先呀啊 half fast 㗎啦，背㗎啦起來啦，佢後邊
講冇耐過呢 I think start 冇夠3句哈呢其實都嚟啊係咪嚟講呀你超級拜拜啊冇聽我拜拜哎呦梗係未tahan你啊哎呦 OK 你是咁樣叫話別人咧啊即係啷個咧冇嘅啷個咧成 extrovert 呀啷個咧成個啊我在大粒頭你 extrovert 咩我你成個國口嘅人講話係咪你歹勢啊你我都是 dual actually 你教我差唔多先我家己做物件我 tend to introvert 你特別你冇成個講if 我對 engage กับ人講話 then 你冇嚟使我係變 extrovert 哦教我差唔多成我係按來但我係家己 preference 就是 introvert 啦 because 我係 character 我做工我 tend to 點家己一人咧家己一人做 because 我partly 我 grow up 嘅時我細漢嘅時我對內都是我對我 room 做我家己你叫時間叫你出去成個叫你拍電話去甲咩公司講物件，你成日細漢時你成日講要歹勢啊？冇我係 parents train 我了。我細漢我 father already train 我了。安怎 train 叫你否認一邊係咪啊？我細漢嘅時買物件，我係 father 學我累。叫你去買。叫我家己去買了。然後問我。特別 before 你 train 嘅時候，我 kindergarten 嘅時 ，nursery school 嘅時，我隔了對家己做。哦。所以我係 parents 講拿累，都家己去 settle。所以別人看別人有伊來爸幹嘛來，and all these things，tapi 我家己對家己嘅。哦，train 你 independent 啊。我隔了家己做。Then also 我係爸成日 as far as dealing with 公司。我係爸啦。as far as dealing with 公司嘅。我細漢嘅時，我係爸有帶我出，成日有business上面物件。生意？那生意有大項。有代誌，有時做代誌啦。serious 物件啦，有 opportunity 嘅時，我係爸帶我出。做出去做數係咪物件啦？帶你去。我對。你看世界啦，你看世界。所以我細漢 already train 你OK，我每定到係叫我去跟丁嘅時，我一班教我同學，嗰啲我諗咪是去，我是去唔知咩啊，中學嘅時啦，一定嘅同學，嗰啲我就去跟丁佚佗嘛，因為伊係咪個頭啊？一巴士去跟丁，然後我諗就去嗰邊，一去到 hotel 嘅時啊。我嘅 hotel 我就係幫曬乜學生，所以我咪是幾人即係個人，係我知到一間房間嘅咯。你有時到兩人去 check in 嚟房間咯，你去下面時到，你 check in 人跟佢隻雞煲呀，個了，應該只係特別嚟叫做雞煲個條。你有時伊雞煲啊，唔敢去 lobby check in 啫。我知有可能是特別講我冇話數。你有時你真係特登人請，見到冇歹勢嘛，講冇話，所以歹勢，你唔敢講，你是佢逼我去，你有時我去，有時我做成個老爹咧，可能去搞一 arrange 物件，你有時佢就夾住房間嘅呀，一人你散，你肯去你揾個人，你睇嚟國妹時間咧就頭尾就滯勁，諗下就只乜 try 佢，諗下 try 佢去到 hotel 嘅時候，一人兩人嘅房間帶個人嘅喲，冇我唔，actually 我有一個 interesting 嘅 experience。你講下。我6年級嘅時，我對 I think 6年級 should be 6年級。6年級我4年6年 I think 6年級。我人學生隔了到啲 school，伊人有先生帶我人去一個位啦，咪講到落啦。食飯啦。特別
is 只正遠啦，唔是到啲本來位，錯一個位去食方，呢度是一個 resort 嚟，因為真係有路位，所以我咪講實際 detail 啦 ，because it's too much information 啦。我講。了 interesting is one of my classmate. He suddenly 有 asthma attack. 佢係估。佢係估了。你先生 actually 成個 stand 掉，唔知安怎做。講起實低嚇，安怎做。So 你別衝佢啊！佢係故事，但別衝。Because 我人 actually 會到啲 resort 俾我人講，因講幾點會去佚佗 tennis。了。你看伊啥無好事呢？所以我人走去伊個財經看，如好事喎！伊上個去係估佇啲 cough 到啲伊個鼻先咯。所以我看，我講排行頭啊！這裡。所以我叫你先生。我叫我先生，我未曉怎講去。所以我一人我家己我。instinct 啦，家己 kick in 啦，我會曉家己去 call front desk 叫伊人 get a cab， 叫就得。得，伊個後尾去拍電話去，伊風險上都會拍電話去伊個 front desk 叫伊人叫 taxi， 上 taxi 來嚇。然後我甲 a few 我嘅 classmates 啊，跟我嘅 friend， 如果我係個 student 啊，我說我人 just 跟我嘅 friends。我係 friend 跟伊去 hospital。แล้ว等陣你有冇每日一家係你只一人到上間房間有咩關係呢 ？Because 伊人 all this usually 伊人只一人到一間房間。伊人 school 啊，伊人會去會出去佚佗 all these things 啊，even 會 lower 伊人 cost 啊。所以細類啊。成個5-6個 student squeeze 嚟 squeeze 咗 ，because 你6年級嘅時，你會身軀就大，所以我係大，我嘅 twin bed 到啲 hotel 攞嚟 twin bed in one room， 知啦，可能知啊，知你會知嘛？所以就靠我人出去佚佗咯。了，我在上橋是不是都 OK 啊？So that is an interesting event 咯。แล้วลอง幾人ต่อ人ต่อ幾間啊？6間啊。哎呦，這毛菇，你先好未 ？Yes, testing。哦，聽得好了。但係你講未 ？Thank you very much。但係你講未講一半？回來啦，唔要緊啊。我有一個，攏用 public transport。然後若是講，就是你看到大巴肚嘅老嘅，假是handicap 嘅，你愛讓伊坐，對唔對？你愛讓伊坐，你徛起來了，你伊咪 entertain 喎，伊咪坐你位喎，你歹勢哦。袂啦，歹勢咪貴。即是講你讓伊坐啦，因為伊坐，伊愛入來啦，伊入來啦，你看到伊徛嘛，呀你冇有 manners， 你冇愛讓伊坐咯，呀伊咪應酬你喎，伊咪猜你喎，你叫伊哦，你咪坐到對咯。以後啦，歹勢啦，你邊仔不有人看了你嘛，呀你愛坐到佢。唔要緊嘛，你好心嘛。唔加坐啊，加坐啊，啦，冇啦 end up 我係咪啊？唔要緊，我 next stop 我落啦，根本我唔I don't go down, you know. 一條路巴薩咯。我落巴薩，我歹勢啊！個趣味啊，攏一人話你看歹勢迄個啊，等我看下有陣時等我看歹勢是啥物？安怎有當時歹勢啊？一頭成個解釋。去做別項物件，OK， 我想到，你往時你拍啊，你點啊，那 office 上面無人，還是到啲 supermarket 嚟行，那人邊有人特別，你往時別打喊你出來啊，然後我知道，嘅時啊就，嘅時啊，嘅時就請我啊，嚇，直接唔拍攝，拍啊，假如講我有一條啊。Luang ubat sangat jeep lu jeep去門啊，lu行 jeep 去了，有人lu後尾lu 幾咩門可以行過。有，lu 開下門下。
我甲我朋友我人去食 lunch 啦。即个去即个休顿诶客栈啊，真贵诶啊。即个少年来翁甲某，来研手，唔知是翁甲某啦，来后 girlfriend boyfriend 啦，研手。对我人后尾，所以我人行去开门啦嘛，我朋友嘛是认互伊咯。伊来像啊，唔知我人是虾米咧，歌妹啊，来行开啊，哦，我袂打闲啊，我顶边就我上样讲，喂，你妈都发都无加入。因为伊打波家己歹势啊，一边来看到我人两人哟，哦 ，thank you auntie，thank you auntie。好啦，你假死伊，安尼好事，安尼你假死伊，無啊，伊巴刀就袂曉，你講你假死伊巴刀就曉。我唔是，甲伊講你屌你嘛無假死咯。你我就袂打閒你人時，有人是一張小姐。上加當面，上加你應該開門去嘢啦，呢？你是好笑，你把打咧就冇講 thank you 嘅時候，你就每個恨擔喺邊，咪攰。一度行過啦，我係咩眼就恨擔。啊，那掉一個 A 點嘅。得嘛？孟加利你會講咩？得嘛？冇啦，我冇講，我講，有人是講不要拍摄一样哎，对，咁讲啦，爱做拍二还是咩啊？冇是无拍摄嘛，我 office 一样叫做。咋吧？那多些出来啊？多些哎，有咧无拍摄，你有多 MRT 一样，哇！这我哋伊咱看到查某啊，多 MRT 内面啊，做咩？做一樣 cosmetic 物件。播 makeup 啊？播 makeup 哎呦。哦，查某我講聽，我特別一邊啊，美國唔知啦，後邊有啦，應該有嘅啦。花車到啲車會 makeup 嘅啦嘛，看過哦。安怎花車個 makeup？哈。traffic，他車係點樣伊 makeup 啦，伊車冇。他那會車會係咪就 stop 呢？花 makeup，冇有咧有花條車乜呢？花條車伊會做把外毛咯，把 mascara 呢？我不看過，我花車就唔會是。你看到我見，看到後尾買怎麼啊？有時有。有時你人困車換時了會趕去做工的時候，特別真係真嘅。因為嗰時就係做了出來嘛，你過了 MRT 啊，一人看咧咁敢做，你要拍攝。John 嗰一條啊。嗰一條啊。你人捌看啊？迄個老阿姨啊，老人，伊人若是愛放屁啊，伊人坐落去去啥啊？坐巴士、坐 MRT 啊，這是去高等嘅位啊。伊老阿姨坐啦，因為放屁啊，伊人嘅骹喙皮翹起來，伊甩骹喙皮起來啦。I give space 啊，可以空出來。唔會寫出來結嘛，寫出來只結。我伊若是，我又講伊若是無嘢，伊卡住尾起來啊，伊聲佢較大聲。係咯，笑。伊講嘢準啊，伊講嘢準。哦 ，maybe if 伊無刷伊卡喙皮，伊 just 一條結嘅時 ，instead of 配出來，伊使出來。Because 你刷淡薄，所以伊個 air 會 escape 嘛，伊風會 escape 嘛。所以特別你一條你無刷，伊硬伊 pressure 你結嘅時，你會使出來。我問啦，你人平時做蝦米物件，你會感覺到，哎呦，歹勢，等無人時間做嘅物件講。像到底個考試你要做咩樣事？你做啊，感覺到係咪叫歹勢？no OK， 我好啦 example。我鼻孔啊！對，花車係我鼻孔啥？那是邊啊人？哎呦，死邊啊人看到。無我假如即個啊去叫搭車紅火車火點先？你再嚟車擺條，你逐人去看正少多少看人咧，我袂打閒啊，有一個看啊少年家啊，看啊呀，
看到呀含沙有時你直接笑到我，我 actually 我無平衡晒嚟，我假死啊！你睇到我喺我手裏邊啊，我出來了，嚕了，係去我開機真係哦！我 actually 唔是平衡晒，我冇平衡晒，我 just 假死了啦，嚕去我手冇行嘛。แล้วว่าคุยว่าช่วยแห่ลูกขี้กี่วันชีอยู่กันเดียวเป็นมินจัง冇話我冇特別，若是人教我笑，我就該笑就對啊。特別查某冇上啊，查某。查某也怎？是你是查某嚟講，你較驚講連 case 確定一樣，係咧含濕啊，咧搞背事啊，什麼，你驚嘛？對。對。是咯。我背事咯，我背事我驚。我背事。我朋友講佢做嚇，你講咩？威玲。我朋友我聽過我朋友講答案啦。伊是橋人，伊是 mix 啥答案？尋證。答案咪白睇咯。我等下，你講我等。我想話是尋證嚇，冇，伊唔是尋證，等人啊。了有時。就是講，啥你在去好嘅時，個就嘛，個了 student 嘛是對到嗰邊好，為咗借了頭卡嘛。了有啲時看到頭前一個查某，伊起來嘅時候，伊地物件不多在喲。哎呦，伊係物件，哎呦，我知啦，一般冇食，阿邊落地架啦。Bang kali roti gulai. Masih patah gulai. Wah, kau kuat dia walau. Roti jam. Gulai. Jam ah jam. Buka. Strawberry jam. Ya. Strawberry jam. 嚇！等陣講就歹勢，咱若是講查某，若是嚟過嘅時候，嚟垃圾嘅時候，你咪是掉你衫褲是運出來，掉啲衫時你咪是只歹勢咯，對哦。掉，不是。你咪掉過啊？掉過是掉過啦，朋友跟我講啊。講你講硬掉啊，日本啊機啊嚇。諗食喎，諗食噶硬日本啊！冇，日本啊機咩一檔硬啦。硬一笪嘛，慢慢大。那時我係一個學堂嘅先生嘛是掉過，因為日本啊機伊滾個白色嘅，你一掉硬色。歹勢咯，我先生。你講若是講亂看到啦，解釋 ，OK， 看到查某有啦，了你會去甲伊講，我講你有 stay。若是講我捌嘅啦，若是講佢行路邊看到嘅，我唔知。叫爸。我冇看先。安怎講咧？你冇可以扒落去咩？伊阮開，因為我頂個有做工嘅事啦，阮canteen真大啦，所以真濟department看到白白落來都係食嘅。แล้ว有一個 HR 嘅查某就，伊無講食水啦 ，OK 啦，了就是伊一個講啦，一個 N 行到另外一個 N 都知喎。了伊有一笪啲阿妹啊，咱人看啦，無人敢甲伊講都知喎。了 one of 我 friend 我 colleague 走去甲伊講，佢發嘢。你叫查某還是叫查某講？哈！伊個咖喱麵店伊。喲！你講你無 respect 我，你講安尼大聲，我甲你變面。I think 就是會甲人講，it depends on 伊個 situation 了。The method of approach， 對，你就別講，安怎佢講，你冇成日人頭前佢講啦，你成日走去佢講，坐喺邊嘅時佢講，你特別佢講 ，instead of 佢講，哎喲，你係落地撈 jam 啊，嚇，你講大聲嘛冇好咯，
冇變嘛，你特別所以去解講 method of approach 啦。你哋去嚟就講你咁樣未得去就係經濟看你啥物件。解講我唔是不問啊，特別我 just 會甲你講。而家你一人看掉啊，同你講啫。冇啦，你個細聲去解講，細聲未使大聲講咯。係啦，你話解講。It's method of approach 啦。你綁架你落地，你古來流出來了。John 啊，你講嘅啊，查某啊，成日模模糊講啊，落去拔刀落嚟啊，打波咧，亂乜看，打波去幫搖出來啊，伊 zip 冇。打波就是 zip 啊，無咧，打波都是調伊嘅 joystick。Because 打波 is natural, sometimes 你清嘅時你清唔掉，但伊會parking 咯冇事。所以你調車打波。伊無調，伊入起來了，伊咧開嘿。哇，隨行。你有得考冇？我未去誒。自己學，這是看袂到嘅飛機啦，是講看到伊個機開剛剛啦。你看到機開剛剛就算啦，你要去笑，你去上呀，點解未叫字啊？阿 John，自己學，自己啦。zip 自己冚啦，我嘛是點解最後嘛是上身自己冚嘅，我係阿姨，但我就不是充幾瓦咯。個必定嗰部冚啊！個必定嗰部冚，對。我話啲叫冚咗咯，對。我阿姨呢就充幾瓦，我媽嘛是充幾瓦咯。個必定嗰部冚啊，我嗰部冚啊。講到這物件嚇，就是當細漢嘅時候，我記細漢嘅時，我細漢時，當細漢時幾歲start 幾時開始清地嗬？安在在。還沒幾歲清地課，細漢都清地課。唔，細漢時冇清地課喎，細漢時。In general 冇清，特別有大人細漢 already start 清起來了。哦，我只隻大漢，唔是隻大人，我18歲嘅清地課喎冇。哇，冇怪我是薩吉卡啦。哎呦，阿 John 都乜雜俾佢一清地課啦，我那是係。應該掉嚟啊，應該掉。掉掉咯。不，我就是唔知做咩事細下，我聽到是用冇 train 見他清地課誒，你特別成日唔知是。阿 John，你冇清地課啦，你係清 jeans 還是清課有 zip 嘅啦？嚇，我nghe到啊。你係叫咗佢，我就是點解下有一幫未記清地課嗬，就是 zip 叫咯。哎呦，聽咁話笑。好搞部白西啊！呀，你冇寫字咩？你呀嘛，就是因為而家細漢嘅嘛。特別我是冇清地課。我快得就搞電話咯，就搞慢慢加接過嚟咯。哦，應該點你朋友係咪嚟過啊？你嚟了，呢啲借啲對。喲，你幫你朋友打邊借，你看。我插依人哋借。個那冇。講咩話嘅？哦，我哋當叫講拍攝，做到拍攝物件。但我哋講佢行實講，每日細漢嘅時，成個你成個唔加去 order 物件食啊，你細漢時成拍攝唔加甲人講玩，可能。你 introvert 就唔好咪加人講下人講，甲人 interact 講話。你是未話？嚇你？我冇啦，我加講甲白講話甲別人咧，我特別講話甲別人，我較適合去檳城啦，因為喺檳城我係曉講福建話，我梗係講話甲人，特別我人細漢時代去 KL， 我袂曉講佢人話，所以較坎坷啦，咱去店嘅時，去上個菜館嘅時，我較唔敢講話甲人啦，因為伊人講佢人話嘛，我唔袂曉講，佢本袂曉聽。哦。會曉咩臭話呢啦？嚇，按照你都還沒小弟數啦，所以你冇學到啊？我熟啦，但係我教了我係劇定咗了是講福建話，福建人啦，講福建話，了我人嘅厝本有一個阿媽姐，伊本講福建話嘅話係，特別我講啊，伊本係曉講佢那話，特別伊無教啊，我無學。哦。
當劍你有聽啊？當劍有講未？會曉淡薄少少啊。哦，你個有講嘛？多咯會曉講。你有講得到咩？大鐵嘅有人哋估了。嚇。會曉講就慘咯。阿 John 啊，識聽唔識講啊？識聽唔識講？識少少扮代表啊！阿 John，我係廣東話嘛是上寬，你問咩啊？哦，你們是偏見，我們是偏見。嗱，偏見我就是 support those account，我 support account 啦，就是喺度講廣東話嘅嘛，所以就偏見咯。然後講我，你講緊阿 Jun，你講我到有啦，我等佢做啊話咩啊？歹勢啊！我唔敢講個轉咯。嚇歹勢啊！嚇就是啷講嗰時，啷講無咩好講嗰時，嗰條講啊，做工時條講嚟歹勢哦。講掉一講款啊！嚇，一條呢嚇，你講啊，嘰格格。我較濟啦，我做工啊，較濟咱這邊是講問福建話，特別有誒講廣府話，所以我那時係講。識講福建話冇，伊人是講未曉，未曉講福話，我唔識，識聽唔識講啊，我講華語咯。哦，你逼掉，你拍動落學咩？你還是逼掉條學？冇啊，我請一個老師來助教啊。哦，領導啦，做工時啊？做工嘅時讀了。輕老師都對，了下工了嘅時我下工了嘅時有影真倔，老師一禮拜3擺來咯。你 retire 是嚟搞當金啊？當金。哦，咪搞啊！當金別貴。我去中文嘅高中啊。哈，對，應該對。第一派勢是一邊啲英國啊，咁了伊個菜館，咁了是香港嘅人，咁了你若是去唐人嘅菜館啊，咁了是香港嘅人，了伊看人，你看伊，你入去坐落嘅時候，伊看你唐人面啊，伊看你款本，伊想講你本是香港嘅人啊，伊人夾伊個 menu 來啊，特別我袂好讀唐人字啊，我梗係派勢就佢哋講呀，他我唔識講話。可以人到對，伊人看衰你啊！伊人看你啊！你若是袂曉講，跟人話係咪？袂曉本，袂曉讀嘢字啊！伊人做成個你是阿毛人呀！伊了解歹勢住佢啦。做得別少呢啊！佢都係 outsider 呢嚇。係啦。邊就我人講歹勢是講係咩啊？去咧電梯人幫配裏面電梯嘅電梯係啦，就是成個話啦，我隻長頭是安尼款嘅啦，隻長頭愛幫配啊，嚇，我是個長頭，你隻長頭啊個愛幫配隻檸檬個老細嚇，嚇你本嚟會去啊？意大利時，我去意大利時，伊人做伊個檸檬嘅成個生嘅檸檬啊，傻啤啦，傻啤阿木話講傻啤，我食得真一隻啊，食得真一隻，特別啊，依個檸檬嘅油啊，做好啊，閃晒啊，幾慘啊！然後我啲徛啲依個bus stop 時啊，我啲等依個 bus 邊來時，我成講啊，無啦，我出配，但無啦，我幫配。我幫嘅時候，哎呦，真係，我咁咩啊？我緊要啊！我想講伊出來啊，特別好夾在啊！我請我地殼啊，伊個地殼縮起來，伊個水淡薄啊。John 唔是係日本仔字了啊，這是蝦米所在有作嘅咧嚟字啊？唔識嘅，我唔識嘅。無啦，我有一個故事相款啊，我有一個故事相嘅咧，款係有一道啊，我破病啊，老細佢真係謝啦，所以我未出門，然後我大啲厝啦 rest 啦，所以我想講伊好事嘅事啊，我想講啊無我去一次禮拜啦，所以禮拜我就要去紅高燈嘅嘛，去唱歌家己嘅歌嘅，所以我想講 OK 啦，我去啦，我先大啲厝了啦，所以我特別我本驚，若是我報到官家，若是差唔多要做蝦米啊，所以我要穿衫嘅時候，我切起來一個黃西裝。
老弟，係出嚟你哋係全坑個餅啦，所以嗱係上擺同波呢個熟起來嘅啲啊，嗱，我指起來話好餅，哎呦，聊，個屌對下未？對嘅，啲做實，我想講，哎呀，我成日被綁嘅，我當公家同波啊，我成日被綁，所以我點白起來啦，企後邊企呢個走埋企呢個站經啦，然後特別我搞掉呢站經嘅時候，呢波都冇官卡企了，我好笑啊，我頭來看啊，頭開始，慘死我一幫晒抓冇。我就知道呀，因為成功咪是安怎啊？因為是落起來了，拍下樓，啲入邊有急等，啲頭家啊，有時太爽啦，特別我被吹炭啊，我出去啊，我直看啲頭家，我被吹炭都知冇？你被吹炭咗自己一冇去啊！你卡吹假去啊！你卡吹假去啊！我想啊，你見啊，有一個見啊，咪是吹炭咯，吹炭呢個碰晒咗啲頭家翹起來啊！呀！啊！我想講，你做過咩嘢嗬？我冇做過。我冇做過，我冇做過。我有時嗬，人家北島冇咩衝點時嗬，我就驚佢網店出來嘛，我嘛入一頓啊，我係較常看得到。And then 我特別唔碌，不笑。我哋笑啦，我講，咱講歹勢，咱係特別，我講咯，咱特別講歹勢嘛，特別好，你個無歹勢，個甲人識啊。OK， 頭家，你講，你卡了兩本有相款，你款嘅經驗啦，比人卡最少。冇講啦，嚇，你頭家就唔見講，你硬到你落地就對你卡出嚟了。應該講，特別哦，是你請德考啦。你要是請德考啦，應該是拉德考啲面嘢嘛，冇可能拉考卡嘛。你是唔是冇請德考？你是唔是冇請德考？你是唔是冇請德考？真係走咗出嚟。有啦，要請嚟講。你請 boxer，冇，我係德是成個 white front 成個 briefs 咧，我係德考是 shorts 嚟。哦，所以零一啲零嘅啦。都零嘅，都物件那是拍㗎啦啊！穿落呢個路嘅卡，呢個蓋卡出來แล้ว出來ที่路嘅邊邊啊！我打波前一講咗啊，你那時候阿豆嘅都唔使用防曬抓亂去俾你查波嘅。我係台灣人為你看你物件。哎呀，各種。我嚟台灣是個俾我一包嘅西貝。大兵嚟，歡迎。啊，嗰人俾查某嘅，你會俾大人嘅 pampers 啊？安怎買啦？買大人 pampers 喺度破。有大咧就是破。From what I understand。wings 啊，俾我有 wings。Yeah。你講掉48寸嘅啊！那是啷唔知用你啊 Cortex Freedom 你咩你攞啲啊？唔是，你係使去看Ding the Bell 係Ding the Bell 最近嘅 episode 把你個架啦，真用嘅。dingthebell.com 嚇，你去看個架啦，真係個架你用 tampon 嘅話 demonstrate 啲 video 嚟嘅。แล้ว阿 John 阿前幾件嘢咧，我全部拿做嘅，因為我厝咧有三個查甫，所以我按照佢 access 叫嘅，冇所謂嘅。冇，我講聽，你卡嘴坑係，你卡嘴坑啦。One thing 是我成日研究中，然後我不 try 過，我不出過啲啦，特別我出啲啦咧是，我無暑假我係卡嘴偏嘅條物件，你知唔知？你見老師成日壓呢，我想你卡嘴坑物件嘅條
了，只坎坷都冇咩行路誒，你卡行槓呢，所以我就係到啲外邊呢對骨呢對走就閃個起來頭整起，有陣時驚死。哇！migration 隻頭。誒，冇我講聽，攞個另外一個啦，我個死我佢死緊撚滯㗎啦。哎呀，地方冇唔是我個啦，我一朋友啦嚇。呀，你就係咱有當時嚇，咱若是穿 jeans 係啥物啊？你唔是穿一刀啊就血咧嘛？你話有嗰隻穿幾日節嘅 jeans 啊？我嗰隻 jeans 用穿幾日節，我冇試過 jeans 穿一定叉叉把你個死，所以我咪是穿幾日節 jeans，咪是往時你偷啊，是對處時你咪是偷，安尼一頭底褲啊，背啊，一頭呢偷咧下掉，下格去，咁咪就穿時就拖起來穿咯，拖起來穿嘅時候啊，我自己是我朋友啊，佢講我行到做工嘅時候，人家我卡呀出來咧，我啲咩有一條白白唔叫出來，係咩叫？你 Q 出來是一背來咯。你炸灰情嘅杯掉到啲裏面去之後，嗰個就唔是地殼，你就可能試地殼嚟講，你前日自己 office 見到啲卡係拖一條地殼，拖到啲卡，我真係快死死咯！哎呦，大兵還你啊，大兵。阿 John，你做嘅物件我幫有做到辦好，我咧時候一穿咗所謂 split 穿嘅，我是另外穿嘅我。穿嘅咩？我是另外穿嘅咩？咩？我做上款嘅，我是今日嗰陣嘛做接落來。我一穿點衫咧，我是穿到對。安怎另外穿？一條條可以。一條穿法咧。有對，係咧，特別有特別伊是因為伊夾出來，特別伊背。掉到啲嘢可能你會知哦，所以伊冇看到，所以穿伊的確嗰陣是線嘅，是講伊背嚇，伊背伊咪穿佢線嘅咯，攞浪住佢特別伊掉到啲可能兩邊你唔知咋，所以驚先慢慢閃出來，伊卡。你講掉。我過一個故事，我這裡是我係中國嘅，我係二哥嘅故事，伊甲伊嘅某，伊有來查我，伊人去。美國嘅時，伊人去伊個飛機鋪，伊人要等伊個飛機嘅時，伊去伊個揸眼鏡去幫曬，然後伊啲坐落幫曬時，伊聽到伊人報告伊個飛機被飛了咯，所以伊情況就講切卡吹清曬了走出啦，然後伊走出時，伊人啲排隊。大啦，伊人啲排隊伊隨陣伊個某甲伊個內查某啲排隊大，所以伊去參加伊人啦。伊參加伊人嘅時，伊個某甲伊個內查某直直看伊直笑，然後別人不直直看伊直直笑，伊唔知係咩事。第四啊，你知啦。伊專門抓掉了一個。伊專門抓。伊無聽，伊好事啊！伊專門抓，一個長一個。佢後邊嘅幫曬抓啲掉掉啲嘢後邊。前期嘅幫曬抓啦，冇曬啦。前期啦。佢個炒嘅時，我是走我到印度嘅時，我咪是就會坐火車。8點鐘就。Before 我去下你 train 嘅時啊。我就在咧就，老細，就個即係你去印度嘅 public toilet 無上嘅就一隻呀 interesting 嘅，坑嘅嘛，伊是坑嘅，唔是借落嘅。唔是，伊坑嘅，特別有物件內面坑嘅啦。中國咩物件？中國咪是安尼，別人嘅使嘅啦，一個叻，別人嘅使嘅啦，就係咩啊？你去嘅時候，我咪是咪去回車，咪是去 train 嘅時候，哇 ，then 佢掉落8點鐘啊！哇，會流曬就，走去就係幾嗰時候，走去 train 嘅 toilet 就 train 嘅 toilet 去到樣，哇！一搖去嘛，嗰啲冇別掉嘛，你個苦了啊！坑個嘢好了呀，你卡出呀，就你坑嘅呀。啊！我上嘅係看得落。會看到誒。哦，看到，你看到會帶回車攞係嘛？啊，依家係痛嘅。
叮當，咱 KTM 嗰陣呢，我不最貴本 KTM。你去講係啊？你放落去 email 咯。冇估啊！成個錄講咧，即係話是啊，放出來成個想見到人咧啊，呢啲清咧可能盤個自己幾咯。掉咯，卡掉㗎了咯，卡穩掉㗎了。啊，但係你放時就 M 啊。你怎麼就 M 哦 ？M 你想見人出來嘛？是哦。阿 John，啱嚟小去有你卡，咪好個。我家就冇掉位卡啦，對。你又即係嘛？你咪是清咯，我爽啊 ，OK 啦。冇袋啦 paper。哦媽！你冇追咋？你冇追？你冇袋啦 paper， 看我手唔知咩用，我啥事，下面唔知乜。到咩啊？你被罰了，都冇 choice 了。冇嘛，唔係你講嗰啲用都係嘥，後邊出兵啦。國將買呢論盡啊，吹。用地殼啦，用地殼，阿咪你ทัน用แล้ว Then no, that's why after that 是未做波行啊嘛，因為我聽到人外口喺啲袋裏邊單話嘛時候。我直頭開門冇情況，我都覺得俾不少乜嘢。我呢伊人有啦，嗰個仔。嚇？伊人家己曉行來啦，人家己有人會曉行。我唔知嘛，人家己嗰邊嘅人人知冇袋俾不到錢嘛。哈。都人家己啊，人有嘛？人貴我粒嘅一個。哦，貴 roll 啦，貴坤。哎呦，哭掉個5 minutes 10 minutes 單掉人嚟。哎呦，can you 你想起來啊？成個特別講啊，伊即個看到伊即個開車咯。開車那是貴啊，人行過開車會 track。係啦，你咪立過啦，你冇立條仔嚇。少。冇呀嚇。少。你行過啊時候，還是我行過下你開車路嘛時候，你要下過伊個西啦，伊個了嘛。哎呦，了。開車路。Come to India。對啊，到嘅。你怪人有 dysentery is common。到嘅。你嗰陣時講落西嗬，你不 try 過拿車落西部。搭車係老細唔係，我嫌佢老細當冧曬車，特別冇。呢個咧 happen 啊，我雖然點聲，但唔是我啦嚇，我唔係咁點啦嚇，但係佢哋人嚟睇我，我日日日班都嚟追我唔敢講。and then 因拿坐車咯，發到換車咯 ，and then 換車 and then 嗰個就講我不多聽啊，I try 啊，所以那我發到就直接換車，我見到出嚟先嚇。你講出得聲攞出得聲嗬，伊未亂咗，踢出嚟啊！踢出嚟啊嗬！然後我伊就找個阿伯一陣最近愛搞掂咯，找有聲滴啊！曬啊！耶曬滴就跑咯！哎呦！然後就愛用抓嚟點切起來咯。英國姜啊！嚇！英國姜啊，你會記哦。那大擺那是本來學嘅你之類，你講啊，大擺就講字啊，然後你報道有，見咩㗎冇講字啊，見咩是講西嘅咧。我幫佢講。個字啊，人學嘅人是要講西個字呢，然後嗰就你諗法有安尼可能經驗無？你騎真勁啊，騎幫著還是幫射手呢？你接騎時啊，有一個人baru要出，你就知啦，你接騎時你就避掉了，伊流曬。冇佢真勁隔了臭鼻，特別你接騎時你去幫著呢，你射手時了，別人接時，伊人避掉，曬避。主領路，成個路做呢個對，我特別咁尷尬咧，我自己就係驚死。
你做咩大大聲？Kambing korban ah, kambing korban。你做咩講嘅朋友講唔是我。係啦，特別你冇人相信你啊，係啦，有啲冇相信你嘅。Lagi lu ijuling lu siapa lu kia cuci pang pui je。就是上啱咧剪出嘢啦，我係朋友就講。哦，嘿，你幫佢，我講你唔是我，你問你自己幫佢講是我。亂了啊！OK， 諗起笑蛋，諗自己個被爆槍過，係咪拍攝嘅？冇啊，或者咱個若是想到啦，聽講想到是咱個再開個另外一個話題啊，得。OK， 各位聽眾，這禮拜特別嘉賓呢，就是青枝啦，或者青枝特晚南西有來แล้วก็มังกาลีแล้ว英國中毛蘑菇豆嘅大餅加特晚博雅玲，對，我今 miss 咗咗。嗰一個是阿咪他一間阿咪龜年都係啊，龜年都㗎。哎呀，死龜年都講俾講龜個唔制入端嚟啊。OK 啦，我這位時間講另外一個話題是希望兩個到端嚟啦嚇。OK， 各位聽眾，下禮拜再見，各位拜拜。拜拜。